大家好，我叫李家芬，高雄人啦。若是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家己，我会讲我是一个互人料想袂到的演员。亲像你看我的外表，可能就料想袂到我其实会晓讲台语。我的声平常时听起来是较冷静，其实我做人是较笑亏迄款的人啦。细汉的时阵，就做介意听人搭水果啊。或者是看电视顶原播迄个铁狮玉玲珑安尼，我哪会老岁啊？所以大汉了后，我嘛继续接触无共的戏剧。伫咧过程当中，我嘛发现讲，其实足侪无共的腔口差，渐渐咧消失去。所以我希望讲，会当用我家己的分数，甲遮的腔口拢记录落来。嘛希望讲，恁看到我的表演了后，会感觉心实，感觉好爽、趣味，安尼我就做欢喜啊！多谢。